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7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7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1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1节，就是解说甲水与火对，此是五对也。即马伫遮所讲的，就是属于36对法。36对法，第一就是外境无情的5对。第二就是法常语言的12对。第三就是自性起用的19对。外境无情的5对啊，就是属于外面的环境，就是世界、山河大地等等，才会无情的世界呢，提出5对来说明。这个法常语言的12对，名佫做看做法常语言呐，就是讲世间一切诸法的本质，用个语言来甲表现出来。这呢，就是法常语言。下边的自性起用呢，就是讲属于自性的作用。一切诸法的本质，以语言表现的有12对，属于自性的作用的呢，拢做19对。这就是遮所讲的法常语言12对，以及甲自性起用的19对。咱前面是讲甲此是5对啊，也就是外境无情的5对。下面法常语言12对，语与法对，有与无对，有色与无色对，有相与无相对，有了与无了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幻与性对，精与俗对，老与少对，大与小对，此是12对也。法常语言的12对，其中的第一呢，就是语与法对。语呢，就是语言啦；法呢，就是道理。语言甲道理啊，这一个相对。在所讲的这句话内底啦，包含着有迄个道理伫咧。迄个道理呢，是由语言啊，甲伊表现出来。虽然是由咱佛法讲起来，这个就是冷传的文字，这个就是所传的真理。这个传就是言语平，搁再一个完全的迄个传。这个传就是表现的意思。冷传的文字就是讲会当好来表现真理的文字。那语言嘛是共款啦。冷传的语言，所传的义理，就是讲迄个语言呐，会当好表现真理出来。真理这是无形无相，互你看袂到的物件。假如讲你若是无以语言文字，无照这个语言文字啊，就无法度来甲表现啊。所以这个语言文字啊，这是属于灵啊。这个真理法呢是属于俗，就是讲道理啊，是由语言或者是文字啊所表现出来。既然有一个灵，有一个俗呢，当然啊就变成一种的对态，变成一种的对立的物件。但在这个时候，咱必须了解呢，就是讲法啦，必须由语言文字来个表现。
毋过你所讲的一句话，或者是讲所写的一个文字啊，未必然就是表现道理。咱直直讲啊，你这人讲迄个话无道理啦，那就是袂当把迄个正确的道理咧，以语言来个表现出来。因为若是讲的是一般的话，哦，毋是咧讲佛法，毋是咧讲道理，那么这款的语言呢，根本啊就变成无意味，变成甲道理咧，变成不相干。所以法是一定要有语言来个表现，但是语言并毋是完全会当互来表现着法的。迄边讲有与无对，有就是讲有啦，无就是无。有甲无呢，就是相对的物件。是啥物物件有，啥物物件无呢？一切的事，一切的物，拢有迄个有，或者是讲无。那这个一切的事，一切的物啦，拢有这个有，拢有这个无呢？就是讲，咱世间一只的种种一只的事物啦。那么就是有的物件是有的，有的物件是无的。有的物件呢是有道理的，有的物件是无道理的。有的物件呢是有这个行动，有的物件是无这个行动。咱就来讲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比如讲，当一个警察来去抓一个人，伊讲你有讲偷摕物件，互人抓迄人讲我无啊。那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有甲无，这实是相差真济啊！咱讲相差真济呢，假如讲你若是有讲偷摕物件，你来犯罪，用来判刑，用来关啊！你若是拢无，无即摆警察甲你抓，变成讲警察抓毋着去啊！所以安尼，这个有甲无就变成差真济，而且呢，这是一种完全对立的物件。我以这个来说明呢，咱就真正容易了解。所以有当时阵对迄个有或者是无有好无好啦。毋过有当时阵迄个有甲无，那因为相差真正济关系咧，所以呢就变成了有真正大的利害关系。咱即马搁再来讲一个较明显的比例，比如讲一个人呢感觉讲身体毋好，即马走去甲病院呢去互医生看。诊断的结果是有病也无病，尤其是伊本身感觉讲，奇怪可能是毋是有得癌症啊？在这时候，你即马去甲病院去互医生看，医生甲你看讲，你这真是有癌症，哇，你这问题真大。一旦甲你讲有癌症，袂输得甲你判死刑。有的人若是讲精神较薄弱的甲你讲即句话，反正很混乱，很倒落去。像是无来讲呢？你去病院时，还佫有一轮元气，甲你行路，倒来反正都爱将车甲你载倒来。那可能讲你感觉讲，我可能是身体有问题，去互医生甲你看，讲你这无问题啦，内底拢无啥物病啦。迄当阵你就安心起来咯。所以这个有甲无对着相反的物件，有当时阵呢有真正大的关系，有当时阵呢是无啥物款利害关系。那这个有甲无，这个是一对的物件。迄边讲有色与无色对，这个有色与无色就是讲有迄个色，甲无迄个色。那有迄个色甲无迄个色，就是讲有诶物件是有色，有诶物件是无色。但是所以佫都讲无色呢，也袂当甲伊讲真完全是无色。咱普通直直讲有色无色。一般就是要讲，凡是无有加以色彩，那就是讲自然的色。自然的色，比如讲白，自然是白色的物件，就该讲做这是无色。因为有色物件，就是讲你加这个其他的色彩。当然，这个物件你有加这个色彩，则是讲无加这个色彩呢，这也是一种的对立相反。尤其是咱现在时。生活品质愈来愈提高，在咱目前的生活环境中，求着生活环境的品质的提高，
无论是讲一间厝，无论是讲内底装潢，无论是你所用的各只的家具，或是讲被铺等等还是讲你天棚啦、你的地毯啦，或者是讲你的地砖啦，那迄个色的配调也是非常重要。那假如讲是一个红的色甲一个白色，那这两个物件呢，也是一种的对立相反。所以这有色甲无色呢，这是属于一对。下面讲有相与无相对，有相就是讲有形象无相就是讲无形象。有形象的物件甲迄个无形象的，这是属于一对。那这个有形象者就是属于物质，无形象应该呢是属于精神。你看咱人心里伫咧想东想西尽管你呢想真正济，但是互你看袂到这就是无形象。咱这个身躯，这是在外表，这互咱看会到的。咱目睭所看会到的，咱耳孔所听会到，咱的眼耳鼻舌身的五根所接触会到的，拢都是属于有形象的物件。这个有形象的物件，甲无形象的物件，也是一种的对立相反。所以叫做讲做有相与无相对。一边讲有漏与无漏对，这个有漏就是叫做有漏法，无漏呢就叫做无漏法。这个漏是啥物法呢？这个漏是烦恼的另外一个名，贪嗔痴等等的这烦恼名叫做讲做漏。为什么叫做讲做漏呢？就是讲这个贪嗔痴等等的烦恼，无论是义时，无论是暗时正果呢，一暝一日，就是讲规暝规日啦，拢是将咱的目睭啦、耳孔等等，一只六根的门头流出去，无休困，所以名叫做讲做漏。这意思就是讲，由咱内心的烦恼，透过了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根就向外呢去分别这个境界。这名叫做讲做流啦，就是讲流倒出去。这个流呢，也是这个流落的意思，就是讲流落去。这个流落去呢，就是讲这个烦恼会使咱一个人流落来三恶道，流落去三恶道中，名呢叫做讲做流。那就等于讲一块碗是破的，所以你即马水啦、汤啦，甲滴落就对下面流掉了，该同款的意思。这个流呢，就是安尼讲法。因此这个有烦恼，名叫做讲做有流；远离了烦恼呢，名叫做讲做无流。咱一般的众生，就是讲咱一般众生呢，就是有流的凡夫。因若是阿罗汉就是叫做无流的圣人，因为因已经呢断了三界来烦恼已经超出三界，唔免搁再在这个三界中来受生死轮回。所以因呢是属于无流的圣人。有流的凡夫甲无流的圣人，这呢是属于对立相反的物件。下面讲色与空对，这个色呢就是咧指物质，空就是无物质的所在。有物质的甲无物质的，这两个呢也是一种的对立相反。咱这个世间有真正这个空间伫咧。当然讲，咱这个世间，那拢完全堆满了所有的物质啦，咱无一个空间连透空气的所在都无。所以，这个空间对咱一个人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。咱这个地球面顶呢有一个天空。地球面顶有真正侪物质，这拢是属于色。这个物质以外的物件呢，就是天空。
一间室内嘛是共款啦。比如讲咱一间室内有偌宽、有偌长、有偌悬。除非你这间是仓库，这物件得甲满。若是咱人所伫的生活环境呢？若是讲咱的困的寮房，那内底的眠床啦、桌啊啦，这物件，其他都是空间啦。若是讲你的办公厅啊，都一个办公桌啊，其他都是空间啦。你有物件所在就是无空间，有空间的所在就是无物件。所以这个色甲空就是属于一对。迄边动与静对，动呢就是讲震动，静呢就是讲无震动。那这个动甲静应该是在行为方面，不过因为有这个行为啊，就变成也有声音。譬如讲咱在日时头，在迄个马路的所在，车伫咧行，人伫咧行。也迄个声呢，就真大声。所以这个动呢，包括了物质的流动，包括了声音。这个静，譬如讲到暗时啦，大家拢咧困的时间啦，无人塞车在迄个路里的所在。所以迄个路呢，不但是无车无人伫咧行，也无声音。名个都讲做静。这个动甲静呢，这是对着相反的。就是讲，你一个人若是伫咧运动啊，就毋是静静伫遐坐啦。你若是讲静静伫遐伫咧坐，你就无伫咧震动。对于这个声音嘛是共款啦。假如讲若是有迄个闹动的声音呢，当然就袂静；若是静静呢，就无迄个闹动的声音。这个静甲动，日时甲暗时来甲分啦，会当分起真正清楚。在日时的时阵啊，哇，闹个滚滚啦！人呢乱来乱去，车呢走来走去。暗时的时呢，静静静，无人伫咧讲话，无人伫咧震动。动甲静，这是属于一对。下面清与浊对，这个清与浊对就是讲，有的物件是清清，有的物件是垃圾。这个清与浊，最好呢，以这个水啊，一个说明上界容易了解。假如讲迄个水内底拢无垃圾，你咪讲哇，迄个水真清啦。假如讲迄水内底呢有垃圾伫咧，咪叫做讲做浊。咱台湾有一条溪，咪叫做讲做落水溪。但是这个落水溪呢真趣味，伊迄个落水溪的水啊，一边呢是真污真垃圾，但是一边呢确实也真清气。所以这就是天地的造化有这款的奥妙的所在。这个水若是讲清清，当然都毋是浊啦，毋是垃圾。你这个水若是垃圾，当然都毋是清清。所以清甲浊是一对。因为在这所已经讲了，所以叫做法上语言啦。乃是咱一切诸法的本质，用个语言来给表现出来。譬如讲水来讲，水的质是清气的，名叫做讲做清；水的质是落的，名叫做讲做浊。用这个语言啦，来去个表现伊迄个事物的本质。下边讲凡一性对，这个凡就是凡夫啦，性就是圣灵，就是讲这个凡夫甲圣灵啦是一对。当然，凡夫是凡夫啦，圣灵是圣灵。那这个凡夫甲圣灵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？凡夫有烦恼，凡夫有生死，凡夫呢有迷惑颠倒，圣灵呢就无烦恼，无生死。圣灵呢是已经得到觉悟的，圣灵呢是无颠倒的。譬如讲，咱人间的众生。甲阿罗汉，这当然是完全不同啦。咱一般的众生就是一般的众生，那阿罗汉是阿罗汉，佛祖是佛祖，菩萨是菩萨。所以咱凡夫甲圣灵就是一对。下面精与俗对，精就是讲出家人，
俗就是讲在家的俗人，出家人甲在家的俗人呢，这也是一对。咱出家人当然上起头呢，也是对世俗来。咱一个人由父母甲咱养育长大了，咱根本都无信佛，都无出家修行，当然就是一个一般俗子。像是是讲你有信佛，但是你无去出家，也是一个在家俗人。一旦你出家了，你的衫裤换过，你已经受过戒，踮在寺院，你的生活方式完全就是属于出家生活，那就是变成一个僧。这个僧人甲俗人呢，当然不同。比如讲，一个人一旦伊若是出家，就是僧啦。既然是作为一个僧客身份，当然啦，就毋是俗人。那一个俗人呢，当然啦，也毋是这个僧客身份。所以僧一俗对。这个人出家，你该讲做是僧；这个人呢，无出家，该讲就讲是俗。用安尼来去甲说明僧或者是俗，就是因为一个人伊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同啊，在这个所在用语言啊，来表现出来。一边老与小对，这个老呢，就是讲年纪老了；这个小就是讲年纪真少岁，还真正少年。老人甲少年人啊，甲囡仔，这也是属于一对。咱人出世了大汉，也因为青年、壮年就走入去老年。若是老年呢，骹手就混沌啦，目睭花啦，耳孔无听的啦，体力无啦，面皮就摇啦，也这个他们就白啦。那这就是老人的现象。若是囡仔，毋是啊，哇！囡仔骹手我人家美丽咧。囡仔行动呢，我呢真紧，也目睭也来，耳也来，也满面红光。所以这个老人甲少年呢，表面是人，但是完全呢是不同。所以老与小对。你一个人若是囡仔，当然毋是老人啦。一旦是老啦，你也无法度恢复你在囡仔迄个时阵。下面大与小对，就是讲这个大甲小，这也是属于一对的物件。比如讲，这间厝真大间，迄间厝较细间，这就是这间厝的大小咯。或者是讲这是一个真大项的代志，这个是一个真正细项的代志。那什么是大项的代志？什么是细项的代志呢？比如讲，咱一支刀拿来讲抬死啦，哇！这天大地大的代志不得了啊！抬死人，你都要赔人命，这问题真大。你讲甲人冤家一个，也小甲人口角，这小可代志啦。所以这个大代志甲小可代志的中间，假如在这个认定上啊，若是有错误啊，那会产生真正一个麻烦的问题来。你所做的这项事业是大事业，或者是讲小的事业。你即马你地位是真悬，做官是真大，或者是讲你做的官，迄个职位才是小小而已。这呢，拢是属于对立的物件。像讲咱世间上的这个大甲小的对立，这处处看得到。那这个对立是对来，当然就是迄项的物件，或者是讲迄项的代志，完全呢是用一项事、一项物来去甲伊分伊的大，来去甲伊分伊的小。这都是名叫做大与小，这是属于一对。那假如讲无一个大的物件，也无法度显示一个小的物件出来。那无一个小的物件，也无法度甲显示一个大的物件。比如讲咱人都好啦。这个人到底是大汉甲偌大汉？若是讲干那一个人徛伫迄个所在你无法度甲伊讲，这个人到底是偌大偌细汉？那搁再有一个人甲伊徛做伙，比如讲你才差不多6尺悬，
哇，即马一个外国人咧，超8尺悬，甲你徛做伙，哇，伊加足大汉咧，你变成加较细汉啲咧。啊，你即个6尺悬咧，假连讲一个呢，佫较矮，才5尺呢，甲你徛做伙，哇，变成你比伊较大汉，伊比你较细汉。哦，所以即个大小也是啊，由即个事物来甲比较咧，就变成啊有一个差别。哦，就是大小的一对。讲处是12对啊。讲面顶所讲呢，这就是拢总啊12对。哦，这个12对就是对语与法、有与无，哦，乃至老与小、大与小等等，有12对伫咧。哦，这个12对啊，就是用一切诸法的本质，用个语言来表现。但伫遮所讲呢，这只是啊提出12类出来表现。那事实上，这个法上语言是毋是只有这12对呢？应当讲起来是不止啦。不过，六祖慧能大师来讲这个对法的目的啊，就是在这个相对中间呢，来显示出一切法拢是空的道理，将这说来来显示真理。的目的是伫遮。哦，所以12对也好，较济对也好，较少对也好。这呢，毋是问题，问题就是以这个啊来对伫咱众生的执着。注意听先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